先帝未曾废后，本宫依旧是正宫。嫡庶有别，还是该他甄嬛先来拜见哀家。由于当年先太后遗诏的干涉，已经驾崩的雍正并没有废后，只是被困在景仁宫，生死永不相见。此刻，宜修不敢相信甄嬛会有大格局，居然扶持养子登上皇帝宝座。然而甄嬛却极具讽刺地表示，就因为看到你当皇后时的种种罪行，才不敢让六皇子重蹈覆辙。而新帝登基后，宜修还幻想着走出牢笼。不过，甄嬛以胜利者的姿态告诉对方，她和乾隆商量过，依然会尊称你为皇后。听完此话，宜修当即大骂甄嬛心肠歹毒，这摆明就是对先帝的大不敬。毕竟宜修可是乾隆的嫡母，称呼皇后显然是甄嬛在羞辱对方。若不是他曾无数次置甄嬛于死地，他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而甄嬛知道宜修的软肋，所以临走时还给对方一记重拳。他说宜修若成为皇太后的话，死后必然与先帝合葬在一起。既然先帝有话在先，所以姐姐百年之后只能葬在一旁，对着先帝和纯元皇后。宜修没想到，最后不仅输给了姐姐，还彻彻底底的败给甄嬛。万念俱灰之下，他更是生无可恋。于是次日公公来报说宜修已经跟随先帝到了天堂。然而甄嬛没想到的是，他本是好心的让皇后去送别姑姑，怎料皇后机械化的回答让甄嬛无语。她说宜修虽然是臣妾的姑母，但她触犯大清律就是家族的败类，臣妾又怎么会给皇上和太后蒙羞？甄嬛听完真想殴打不争气的儿媳，这样的女子如何能母仪天下？哀家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，宫里嫔妃只有你们2人，今后人多也好，人少也好，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，别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。随后，皇上又给甄嬛出了个难题。首先，乾隆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试探母后。他说慎郡王上奏多年无子，希望将果亲王世子元彻过继给自己。其实元彻从小就在慎郡王府长大，因此甄嬛当然会同意乾隆的做法。片刻之后，皇上才道出真实意图：一旦元彻过继给慎郡王，那么17王树一脉就断了香火。显然乾隆这是给上届宫斗冠军下套。随即，他又给甄嬛讲了一个民间故事，主要的内容就是一个养子的辛酸事。而智慧的甄嬛马上给乾隆开了一副安胎药。如今鸿雁已经长大，若是外头再起闲话动摇江山，岂非是哀家的罪过？所以哀家想请皇帝同意，让鸿雁入祀果亲王一脉。等六弟长大成人，儿子会让他享亲王尊位。皇额娘已经年老，自然要你多照顾。两个人的聊天方式如同宫斗教科书，可见他在甄嬛的教育下已经青出于蓝。放眼整个后宫，唯有景熙最懂甄嬛，他知道这是主子保全老六的最好方式。而此刻的甄嬛真想成为普通女子，多年的宫斗让她已经身心疲惫，而她只想安安静静的睡一个好觉。这么多年来，她时刻都在紧绷着大脑，生怕在某一天被对手暗害。在梦中，她遇到刚进宫的自己，那时的自己是如此清秀单纯，而曾经的梅姐姐又是那么清纯可人，可惜却因为难产早早离开了自己。当年的玲珑就像胆小的小鹿一样，在后宫被各个野兽追赶的跑来跑去。还有于答应何丽萍，我要感谢你们让我迅速成长，以及富察贵人和齐贵人这些对手，是你们不知天高地厚太小看了我。更有嚣张跋扈的恋爱脑华妃，都是他们逼得自己逐步走向了黑化。而后悔的是没能跟着果郡王游遍九州，却在后宫甘心当一个替身伺候先帝，以至于发生被雍正逼着毒害挚爱的悲剧。如果有来生，甄嬛绝不会选择再进入皇宫。至此本剧结束，感谢各位有缘人对小编的支持，咱们下一部电视剧再见。